什么啊？这题你唔知？啊，我嘛唔知啊。哈，这题你也袂晓？安尼变怎啦？我真正唔知啦。拜托你一定爱知。请问台湾的计程车是安怎是黄色的呢？客人车上早我伫开的时阵是无黄色啊，是红色的啦。就什么色都会因为我使。的客人车是红色的，以前什么色拢有，嘿，尾也改的，嘿，是上盖。文德兄，你遐上盖？美国。你有要紧无？你看郝柏村，刚刚在摆机的，再来，嘿，郝柏村，投票吗？嘿，投票郝。柏村迄阵讲要决定改的，嘿，是投票吗？无郝柏村伊决定的宣布爱黄色的，伊宣布黄色的。嘿，郝柏啊，村，伊是安怎讲？这文定呀，来，已经过来。投票法定的，还是依照红色？是美国来，还是投票来，还是依照黄色的车较少来？你免遐辛苦，因为这个答案我知影。安尼哦，哦，到底是不是郝柏村，我唔知影。但是我是感觉是大家投票决定要用黄色的，哦，是投票的因为吗？我开过客人车，是，我当初时我嘛是投黄色的。所以真的，你确定吗我？决定，确定是我客人车代言人投票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，B 投票决定的对唔对？再搞高明啊！是啊，来讲，哎，哦，容易厉害哦。厉害！哦，啊，隔壁个客人车嘛是有黄色的，嘛有黑色的啊嘛甲因。无关系啦。跟无关系因。为伊当初那客人车有足乱的啦，有黑色的，也有白色的，对，以前的色是真啊，多。你管踩一什么计程车有无？嘿啊，内底个按的标有无？那车行又很乱，每个车行的颜色伊拢无共路尾款。咱规定讲爱黄色的，黄色的投票出来的啦。啊，大家出来，啊，红色的客人车。哦，你有地线呢，哦。地位对不对？来，看这分数。阮奖金认证得到8000块。来，咱老师来解说一下。民国79年吼，咱的这个计程车的工会啊，甲百姓这个票选出来，哦就是这民调啊，大家感觉讲黄色的较好，所以决定要用黄色的。有啦，有规定较好啦，无安尼乱七八糟，对所以讲有规定是好的啦。